就空调开到16度，不然好像夸夸的往下流。力气大走你啊！好了，耳朵写了就好了。你主要还说要我帮你刷牙呢，啊，这种情况怎么给他刷牙？你刷不了，一点都刷不了。哦，拿输了就好了。哇，来还给你，哎，还给你。你们看，满满的一书。哦。还给你，哎，还给你，洗澡了。